右上角马有寮庆华宫已经改建成宫殿型，改建成新的庙，很庄严，很壮观的庙。新牛真武殿，新牛真武殿有修建庙的屋顶，修建庙的屋顶。2022年端午节之前有卸土典礼，农历好像10月要绕境典礼，要绕境大典。慈德禅寺好像是日月山慈德禅寺呢。就在那个盐水月津港灯节活动，月津港旁边，月津港旁边。有些宫庙就跟一贯道也有关系，像新民龙虎宫天恩堂，顶楼是一贯道的道场，楼下是道教的龙虎宫天恩堂。已经发展到那个影像就可以缩写，影像里面的文字呢都可以缩写。第二个内容，这个篇你看，安定管寮、管安宫、圣安宫、圣人的圣安宫。你看那个遇到西港庆安宫庙会活动有表演的，那个表演的阵头来自海寮普陀寺呢，左下角你看安定海寮普陀寺那个阵头叫八美图。